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9，箴言11章4節安尼講：正直的人，伊會真實要引帶伊；奸詐的人，伊的乖僻要敗壞伊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所行是正直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天父，和平的人君。主啊，你的榮光遍滿佇全地，你的信息達到穹蒼，你的慈愛到佇萬世代。主啊，我要來高舉你的名，也要尊重甲學習你的偉大甲奇妙。主啊，你是全能聖潔的上帝，你是所做公義的天父。主啊，求你賜阮正直的靈，互阮通凡事誠實，謹守你的誡命，互阮通行佇正路。主啊，因為正直的人，因的真實要引帶因；若是奸詐的人，因的乖僻要敗壞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